哥，妹妹，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我迷迷糊糊回家就睡着了，突然发现忘了接你了，应该是被你们领导吓着了，才颠三倒四的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吧。要注意安全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们这儿保安还挺好的。路上一定要小心，要注意啊。以后最好千万不要做到3更半夜，女孩子要像女孩子，千万不要像你们主编那样，男人见了都要绕道走，太可怕了。我知道了，哥，你先睡吧，我这就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一天不见，还好吗？你来这干嘛？等了你很久了，我在这边等了你1整夜了。无聊，把你的花拿开。哦，生气了？是不是因为我突然人间蒸发了几天，然后又看到我搂着别的女人上了头版，所以不开心呢？我又不是你的未婚妻，你不用跟我解释啊。真吃醋了？我没吃醋，我很累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喂，哎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干嘛发2个空短信给我？因为我对你无话可说。可是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我为你挂满了云朵，相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。不是说送我回家吗？干嘛带我来这种地方？不要着急嘛。再有5分钟，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干嘛老花心思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，就不能多花点心思在工作上面？行了，我有分寸。聊点别的吧，啊？其实我一直觉得，你妈最希望看到的，就是你能找到一个比较好跟你爸爸相处的方式。我跟她没话说。你别那么烦人了，我最讨厌别人管我了。我其他人可以不管，但是我就要管你。凭什么？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未婚妻吗？我不能管啊。你终于承认你是我未婚妻了，可是你自己说的哦。谁理你？一大早就请大家来参加这个早餐会议，主要的是想知道莫凌天想进入高层，大家有什么看法？喂，你哪位？是不是因为莫凌天是半个乔家女婿，大家就不敢出声了？嫂子，那我就直说了，这话可能对乔董有些不敬。不过在这件事的处理上，乔董确实有些不妥。到现在为止，看着有点引狼入室的味道。是啊，要位置，要股份，他的胃口和野心倒不小啊。我是怕一旦满足了他，日后我们乔氏可不就被这个莫凌天牵着鼻子走啊？纪远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你是不是对来雪有什么承诺？啊，当然没有。我承认莫凌天的才华，但我对他的人品过誉了。如今时下的年轻人都是看眼前利益，急功近利。他在大会中提出的要求，令我有点失望。你们怎么评价这个人，我不感兴趣。现在主要谈
处理意见。我的意见是，一个毛头小子，光凭他青口白牙的几句话，就把利益给他。他以为我们乔氏是什么？让他先拿出业绩来，然后再提条件。我认为嫂子考虑的很全面。他错就错在没有想透，他怎么能跟金帆比呀？金帆就是什么也不做，将来乔氏也是他的，因为他是乔氏里唯一的继承人。他莫凌天是什么？一个打工仔，他凭什么跟金帆在一起争啊？纪云啊，如果你抬凌天是为了刺激金帆，那我也可以理解。金帆没有打过天下，你利用一个对手来激励他，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。问题就是，如果你自己心里都拎不清，丢下儿子，而去依靠一个女婿，那你就是蠢。你要记住，女婿永远是外姓人。再说了，来雪跟明娇也是有区别的。您放心，经过这件事情，我对莫凌天会有防范。我想，等这2个项目推行顺利之后，适当的时候，我会处理的。要是没有什么用的话，大可以让他滚蛋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在想开会的事呢。怎么了？你在担心你会成为今天会议上的焦点呢？放心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来雪，你有跟你爸谈起我上主管层的事吗？没有啊。我是怕我说太多，会让奶奶有针对你的借口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事，没事。你放心，据我对我爸的了解，他一定会帮你的，因为这是对我们母女俩的一种补偿。来，夏董，凌天，坐吧。有段日子没见到你了，气色不太好啊。怎么了？乔氏这碗饭不好吃吧？夏董，我没想到是您找我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光凭想就可以想到的。来，我找你来，有件东西给你看看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您怎么会有这些保密性的资料呢？想不到吧？想不到我是怎么弄到手的？偷来的？抢来的？还是人家乖乖送到我手上来的？谁呀？谁送给我的？乔俊、乔金帆，还是来雪啊？不可能。凌天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小子是个人才啊，我佩服你。但是在华朗，在生意上，你背叛了我，活活甩了我夏正朗一个耳光啊！又在订婚的时候，你当众抛弃婉晴，你活活甩了我女儿一个耳光啊！你为的是什么？你都是为了想进乔氏，你进了乔氏又怎么样？你现在到了乔氏，我看没有一个人不恨你，没有一个人相信你，有人支持你吗？有吗？对吧？你要教训他，我已经听到了。坐吧。趁
沉不住气啊！你这样沉不住气，怎么做大事，怎么赚大钱呢？好吧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呢，我就是有大气量。只要有生意谈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好了，你现在告诉我，你那个项目跟乔氏谈得怎么样了？我还在等他们。等？你有什么条件可以等啊？就凭你这个是独家，我能弄到，难道别人弄不到手吗？你相不相信？我现在找一个人，一晚上可以写5、6个方案放到市场上，我分分钟可以弄死你。等乔氏想好了怎么对付你的时候，我看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。你可以回去想想清楚，我跟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现在呢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一切都好商量。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认为这个高科技部分啊，还是要找个有海外经验的人，所以我安排了一家公司，今天就来谈这件事。王总，夏董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天宇环保建筑集团的 CEO。过去几年呢，美国几个大的环保建筑，还有智能项目，都是由他在负责。那王总呢，是天宇在中国开拓的负责人，他抓新的项目很有一手。来，这位是乔氏的副总裁莫凌天。你好，莫总，我是王钊，天宇环保建筑的行政总裁。你好，我是乔氏集团的莫凌天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来，坐坐坐。我在网上搜过莫总的数据，我在青岛、北京正准备选择几个投资的项目。今天过来正好和夏董、莫总好好学习一下。哦，我听夏董说你是带着项目跟乔氏合作的，本身还是自由身，没跟乔氏签长约制，对吗？可以这样说。来，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高智能项目吧。我没想到今天是一个商务会议的饭局。啊，夏董，关于这个项目，我还没有决定跟谁合作。我已经替你选择好了，我也给你做好了比较了。现在只要有大公司选择你，你就越来越有价值了。再说今天这个饭局，你如果是单纯的来吃个饭，什么也不谈，业界也不知道这个饭局的话，那别人心里会怎么想？掂量掂量啊！来，喝茶。爸，回来了。我买了点夜宵，你吃吧，还有几瓶啤酒。不是还在赌球吗？小赌怡情，小赌怡情。你从哪儿回来的？公司啊，还是杂志社，还是乔家？乔家。金帆刚出海回来，我替他补这几天的业务。哎呀，这个莫凌天啊，是死不甘心的，就是盯着乔金帆那个位置。哼，说实话吧，乔金帆的行政总裁的位置，最受之无愧的人就是你。有谁比你更了解公司的一切啊？啊？我没他这野心。啥野心呢？那我问你，你这个一天到晚埋头苦干、勤勤恳恳地跟着乔氏兄妹，你图个啥？我就图看着他们兄妹俩幸福。哼，人家幸不幸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儿子，我说句好听的话，你这叫愚忠；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这叫傻子。啊，我知道你不会像老爸那样，啊。我想好了，等你跟明娇结婚的时候，我跟乔静云要20个亿的嫁妆，到时候我有多大的洞，我都垮不了了。多少？20个亿？啊，20个亿。您喝茶都喝出幻觉来了，真说得出口。我怎么就说不出口啊？她嫁了一个私生女来雪，都那么嚣张，更何况明娇呢？那可是正房所出，名门闺秀啊！如果出手寒酸，她乔静云脸上挂得住吗？20个亿，我还少要了她呢。人家脸上挂不挂得住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啊？还让我取明胶？您哪来这么大自信啊？你就跟我说，浑身上下我哪儿值20个亿？人家敢给，你配要吗？不是怎么想的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还知不知道什么叫脸皮？你老爸的名字就叫脸皮，谢兆厚。兆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告诉你儿子，你叫谢创，你给我创出办法来。我不管你是搞定乔金帆还是搞定乔明娇，只要让咱们家发达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就想这个老年福。记住，谢创是创伤的创。睡觉。你个臭儿子，你给我好好想想。多吃点啊，张嫂啊，那水龙头的水一直在滴，那都是财。我们家是做生意的，这财呀得留得住，不能流出去的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找人把它修好。还有，修理水龙头的钱要从你的工资里扣，要让你记住，不能再马虎。妈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多学点啊！咱们家有钱呐，就是因为你妈持家有道，多学学啊。应该的。哎，你怎么今天这么晚还不去公司啊？我要去乔氏开会。是吗？那你应该提一下，那个乔金帆出海的那个杂志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对我们家要有个交代。谈不到这事吧？今天这个会是乔继云亲自打电话请我去的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他们肯定是想汇报华朗集团偷那20%的地皮的事吧？我估计可能是乔继云嗅到我想把莫凌天那个高智能项目给挖走吧。爸，你想挖回莫凌天吗？还说不准。你别管这个事，赶快收拾收拾，准备去上班啊！爸，要不我跟你去乔氏吧，我也去学习一下。好啊，上阵不离父子兵嘛。婉晴啊，你别担心了，有什么事我给你短信。我就是担心爸和凌天要对付乔金帆。我们已经开始担心起乔花花了，夏董，乔董你好。你好，乔董你好。你好，哪里有赚钱的生意，都能看到夏董在里面扎一脚。夏董的钻营之道可谓一流，乔某是自叹不如啊。这哪儿的话呀？做生意跟您比起来的话，下功夫这方面，您才是让人防不胜防啊。今儿开什么会啊？啊，坐下来再谈。啊，好，来，请。来，夏董坐吧。啊，谢谢。哎，你请。今天这个会呢，主要讨论一下高智能屋项目的投资方构成，还有具体操作执行人的问题。凌天，在讨论投资之前，我们是否先讨论一下项目提供人的诚信问题？啊，那个乔董的意思是，这个项目除了乔氏，有没有同时跟其他公司商洽过呢？高智能屋项目是莫总监一手策划的，在市场上绝不会有相同类型的项目出现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是莫总监在上次会议上亲自强调过的。我听说，前几天莫总监和别人秘密会面。我们现在还能那么肯定地相信，这个项目是唯一的吗？莫总监你自己还能像上次一样掷地有声的把这话再说一遍吗？你们怎么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骑驴找马的事嘛，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如果真如莫总监所说的，他那个策划方案是唯一的话，那在市场上又在乔氏之前出现类似的项目的话，那岂不就是说啊？凌天啊，你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神秘的会面？另外，你在和乔氏谈的同时，还在接触什么其他人吗？我跟夏董只是普通饮茶而已。夏董，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？你希望我怎么跟媒体讲这件事呢？怎么让我感觉好像有点在兴师问罪啊？啊！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天宇环保建筑公司的行政总裁王钊，来坐。大家好，乔董你好，夏董，莫总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金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那个高智能项目啊，需要很大部分的高科技。我一直希望呢，可以有海外的公司可以参与咱们这方面的支持还有监督。所以我之前呢就提前让莫凌天和王钊接触过，他们也谈了很多次。这份合约都已经拟好了，各位看看吧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直接签了。对，王总夸你是个人才，做得不错，没有让我丢脸。谢谢乔总支持。我和金帆3年前就认识了，大家谈得很不错，所以我的最终决定是，我们天宇是全力支持乔氏集团的2大项目。夏董，不好意思啊，您前2天准备的茶具，你是给我们晚辈准备的。没事。夏董，怎么你们茶具也不叫我们呢？真是的。乔董啊，恭喜你生了一个那么优秀的儿子，我沾你的光，能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女婿。好，下次喝茶的时候，我一定打电话给你。说定了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佩服啊！乔老太真是宝刀不老，想来是早就看到今天这步棋了。哎呀，我真是不及其1/1000呀！啊！金帆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乔董，生子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乔氏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！啊！金帆剑走偏锋，谈笑间令风云变色，起死回生。哎呀，真乃后生可畏，老朽佩服，实在是佩服啊！你猜这是怎么拍的？是什么时候拍的？是谁拍的？没事，别害怕。我能给你看这个照片，我能给你看这些照片，就是想和你谈合作的。你是一个有才干的人，但是你需要平台，需要后台，需要有个在背后撑你腰的人，要不然你空有一番抱负，
在乔氏也是寸步难行。这全公司上下，只有我不会背叛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乔金帆，因为我姓乔，因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是乔继云很看重你，但是呢，他不懂你，你顶多就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。但是我呢，我是可以跟你一起开创事业的战友，怎么样？谢谢乔总。合作愉快。行，我看你都饿了，赶紧去吃饭吧。一会儿跟我去趟银行，项目要启动了，需要大量的资金，最近有的忙喽。赶紧做点成绩出来，让公司那帮老鬼早点回家洗洗睡吧。啊，好。吃饭。听说今天金帆立功了，你怎么不跟他一块儿吃饭呢？他吃了饭就去国富银行了，走得很急的样子，连谢创都没跟过去。我来餐厅的路上，国富银行的行长李斌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打电话过去，让给金帆贷款优惠一些。妈，你真的可以开侦探社了？人家看你这么挺自己的儿子，打来电话给我报喜，为我高兴吗？哪有啊？我只是谈其他事情，顺便帮他说句话而已。你们父子俩呀，就是死要面子，明明是心里都想着帮对方，就是不承认。哎，死鸭子嘴硬。这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从小过得太顺利了，没有经过什么历练，自我把控能力也太差。记得你小时候，我和你爸呀，只顾生意了，根本就没有精力照顾你。结果呢，你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。金帆呢也一样，没遇到好父母。不过呢，他所比你幸运的就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没有选错女人。妈呀，看来你就是十分中意夏婉晴啊！我一看见夏婉晴跟金帆在一起，我就安心。为我们金帆安心，金帆遇见婉晴啊，就像拴上了救命草，不知不觉的就不那么荒唐了。我就跟你不一样，我不安心啊。这夏婉晴是夏正朗的女儿啊。怎么了？那夏正朗是生意场上面的老狐狸啊。怕什么？金帆把凌天都收服了，我呀还等着我孙子把夏正朗这老狐狸的皮剥下来给我做皮草呢。哼，有这么容易就好了，多吃点吧。怎么了？你也陷入黑暗期了？美女，别看了，新冰箱来了。哎，哥，来给我们送冰箱啊？哪有，刚好在大堂碰到的，帮个忙嘛。哦，哎呀，新冰箱来了，太好了！这件事情大家都要感谢婉晴啊，因为上次她的这款活菌的饮料谈得非常好，所以客户除了跟我们签了一个5年的合约之外，而且还送给我们一台冰箱。太好了，婉晴姐，这次都是沾你的光，谢谢你啊！要求这么高的大客户都被你搞定了，婉晴，可以呀。哎呀，其实是焦总还有万华姐指导有方。哎呀，好了，终于看到你有笑容了。保持健康好身材，你懂的。健康每一天，保持好身材。哎，啊，那位绅士，你是来搬冰箱的？不是的，其实我是特意来看你的下属，我妹。好幽默呀！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。
所有人都知道是金帆给莫凌天下台阶的。金帆担当的，领着全场走，我此行真是大长见识啊！爸什么反应？爸爸当众说，对金帆刮目相看呐。哎，原来杂志上这王昭是个集团财阀的 CEO 啊，金帆跟他3年交情。所以啊，我哥出海不是去泡妞，是工作。我哥还是挺上进的。他上不上进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被你鞭策成功的呀。你呀，还真行，沙漠都被你变成绿洲了。你看，有个风筝。用沙漏盛满一杯温柔，让时光更迭，堆起那爱的很得意啊。当然，心情好。你双眸，你看到上面写什么字了吗？你可以下班了吗？这样的观察力，怎么当记者的？爱情从晶莹剔透，沉淀到浓厚，要我们一起厮守。等你，等我干嘛？老去了以后，那镜头夸我？待风花雪月化作夸我？夸你？夸你什么？因为今天帮公司签了一张大单，帮公司力挽狂澜，连你哥都对我露出暧昧的眼神。来吧，尽情的夸吧，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。那你想听什么呀？真话，听一些夸我有才干啊，有胆色啊，有才华，或者型男啊，然后能干啊。这些都可以。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这么戏剧化吗？不是所有的事情，只有对你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可以给你留下无人能够取代的回忆。只有你跟我的回忆，不管在什么时候。我跟你说话真的很累呀，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？不要因为某些小细节而影响整件事情，知道吗？那签合同用来干嘛呢？壮，合同呢，通常是保护出合同的那一方，而不是签合同的那一个。乔氏的合同一向出得很周密，但如果我们反过来去签别人出的合同的话，要么就是我们有求于人，要么就是人家有的优势我们没有。在这个社会，关系要比钱更重要。你得罪的那个人，就是我们以后工程替我们拿5证的那个人。那做生意也得靠实力啊！如果只有关系，没有实力，一样不行啊。闯，打电话给你那个脑科医生，啊，好，开脑，开。谢创，你说句真心话，我是真的不懂你们的游戏吗？我真心说啊，如果要是移植器官的话，我肯定选你的大脑，全新的，没用过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战队，那麻烦你按照我们的方法、我们的思维去工作，这样会帮我们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。好吧，那我等下发个邮件，给他们道歉，然后请他们吃个饭，行了吧？
您这是哪年的招数啊？如今啊，先交朋友后做生意，啊，是兄弟不用废话，3杯酒就搞定了。今天晚上，我安排了饭局，然后唱歌喝酒，我们3个一起跟人家赔罪。你是想借做生意为由吃喝玩乐吧？那你去不去？我对应酬真的不在行。吐过2、3次就懂了，乖，谢谢，谢谢，亲爱的你们。来，恭喜你啊！以后多多关照，好好一起合作。金帆的酒，哪怕是喝到医院去，咱们也得喝。唱上，来，来喝。哎，莫总，你怎么不喝酒啊？来，干杯，干杯！干呀！快喝啊！快喝了，别像个女人一样。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年轻人。以后你和王总的事儿，那就是我的事儿。仗义。总之，只要是金帆领导的乔氏，我全力支持。来，这瓶酒，金帆，你只要干了它，从今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就这1瓶酒，哎，我说什么你都听我的。行，我喝2瓶，一起干。来，干！来，慢上啊，慢上。继续，到8个6，那我还不信了，我。走着，美女，喝起来啊！